Hello，家俊 Hello，最近生意點啊？都係咁啦。喂，你又要借錢？上次嗰筆都未還晒喎。我唔係唔信你，一場兄弟肯定幫到就幫嘅。好啦，我計數先，轉頭再 call你。點啊？有咩可以幫到你啊？唉，我朋友問我借錢，熟還熟，但我驚第日收唔返。哦，借錢呢樣嘢其實都有好多技巧可以幫到自己㗎。咦，咩技巧啊？首先咧，最重要嘅就係要簽訂一份借條或者具有法律效力嘅合同，唔好以為朋友之間同把口講下就算啦。咁合同入面應該包括啲咩內容呢？合同入邊應該要有雙方嘅身份信息、還款嘅期限同埋還款嘅方式，然後就係借款嘅金額同埋約定嘅利息，最後就係雙方簽名同埋日期，呢啲信息都係必須㗎。連利息都要寫咩？咁應該點計啊？問得好，根據內地現行最新嘅法律法規，年利率係唔可以超過 LPR 嘅4倍㗎。如果超過嘅話，法院係唔會認嘅。哦，明白啦。咁如果係大額借款嘅話，有冇咩係要特別留意嘅呢？如果係大額借款嘅話，我建議去公證處做翻個公證，咁樣先可以令到呢份合同或者借據更加具有法律效力。將來萬一發生咩糾紛嘅話，都會更加有保障。仲有借錢嘅時候要盡量使用線上嘅轉賬方式，例如銀行轉賬、支付寶或者微信嘅方式，因為線上轉賬嘅話會留有記錄，將來可以作為有力嘅證據。相反，還錢嘅時候亦都一樣喎，同埋要記得問對方攞翻嗰份借據，或者要求對方寫翻一份收據，確認已經收到所有嘅還款。陳律師，你真係好專業啊！今日又學到嘢啦。客氣啦，總之有咩問題就隨時問我啦。要記住，借錢一定要謹慎，時刻保護自己嘅權益係好重要㗎。冇錯啦，多謝晒陳律師。其實今日陳律師都有為大家介紹一款電子合同俾大家參考，跟住落嚟我會為大家演示一次。我哋打開支付寶，然後喺搜索欄搜索 E 簽保。我哋揾到 E 簽保之後，進入 E 簽保小程序，然後點擊借條，選擇創建借條，選擇我是出借人，根據實際情況填寫內容就可以㗎啦。